不是不能网开一面，不再动武。是，娘娘说的的确有道理。我不好好抱你们的大腿，怎么能展现出我们魔修的悔过之心呢？外面厮杀的很厉害呀，咱们玄冥宗不会从此失威了吧？外面怎么样不要管，至少传送阵不得失手。我们做好我们的事情。南宫娘娘，不必多礼了，这魔修是本宫的人质，诡计多端，本宫带着他去找你们大师兄。南宫娘娘刚刚传送过来，不用稍作休息吗？不用多事了，只听说玄冥宗遇袭，没想到对方阵仗这么大。东方仙云，随本宫一起吧。怎么反悔了？不要再说什么阴谋诡计！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传送过，有点晕。摸哪儿呢？对不起，没经验，第一次，有点紧张，在所难免，见谅哈。你看好那个人，我去做天上那个。看好谁？家主大人，哎呀，又见面了，哎，好巧啊，真是没想到呢。一过来就对上他，我又要搞我吗？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不会又是什么诡计吧？